续关心日本的草莓，真侪民众拢真介意食，也毋过小数伫即马公布上新边境的查验结果，无合格名单计共有5批，这是对日本进口的草莓计共1200多公斤，是农药超过标准，所以对1月10日开始，这5间厂商要禁止进口1个月。 日本草莓大粒又搁甜，自来就受到真侪台湾民众的喜爱。不过，直直传出日本草莓有农药，催告食药署搁再公布最新一波检查无合格的名单。由美方生鲜食业有限公司、旭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、永泉水果有限公司按日本福冈奈良成本进口的日本草莓，分别检查出农药，已经直接甲退运还是销毁。 我们的用药方面有一些是不得检出的，就是退运跟销毁啊。 食药署讲，日本草莓的产季是每年11月到隔当年的4月，因为日本草莓常常违规，敢若顶一季就20批无合格，违规的比例偏悬。除了要求日本改善甲说明以外，嘛按去年6月开始到今年4月底，伫边境对日本草莓采取上严格的100%抽验来监视查验。检验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包括有农药残留，对于 这个产季被检验不合格的草莓，在日本有5个制造厂，自今年113年1月12日起到2月11日止，暂停这5个制造厂的输入查验的申请。事实上，日本草莓一直无合格，就是因为台湾和日本核准的农药无相像。亲像这个验到的混凝胺，国内的用温标准是0.01 ppm， 啊灭培 灭派用温量是1.0 ppm， 氯分量用温量是0.5 ppm， 拢比日本的标准更加严。以氯芬龙、四派灭、亚灭培来说，这3种农药它算是低毒性，也没有致癌性。不过氟尼胺的话，它在动物实验却看到说它会增加癌症的风险。医生建议讲，民众若要放心食，无论是草莓还是其他的果子，要食进前上好是以流动的清水呛水10至19分钟。 而且因为草莓表面无光骨，会当用冷清啊、轻轻啊流、轻轻啊洗，拢会当大量降低农药的残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